一個好嘅玄關設計唔單止要好睇，除咗可以儲物，仲可以保護隱私，甚至乎係改善風水嘅問題添。將玄關櫃做到頂，上層收納家居雜物，下層做鞋櫃，中間留空擺放裝飾品、銀包、鎖匙等物品。一個櫃滿足多個生活機能。為咗避免有壓迫感，建議櫃體設計懸空15至20 cm， 減輕厚重感，仲可以擺放拖鞋或者係掃地機械人。玄關作為出入口嘅空間，如果有張換鞋凳嘅話，咁就更加方便舒適啦。換鞋凳下面可以做櫃筒收納，牆身做條子掛鈎，方便掛起手袋、外套等等。如果空間唔夠，亦都可以考慮摺疊換鞋凳啦。玄關設計仲可以提升家居嘅私隱度，只需要打造一個屏風櫃，就可以劃分出一個落成區啦。以特色玻璃打造屏風，為家居增添特色之餘，亦都可以輕微改變家居格局嘅方法。想睇多啲我哋嘅示範家私，歡迎聯絡我哋預約參觀同查詢啦。